維多利亞港、北角匯、臨海公園部分，加上交通總會。享受豪宅區嘅生活，又想有一個交通嘅方便、成熟嘅社區，北角嘅凱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中意條片嘅話，不妨你點讚分享啦。如果每一日起身都可以望到咁靚嘅維多利亞港，心情亦都係唔錯。長方形嘅客飯廳，亦都方便翻住戶打造翻佢哋專屬嘅空間。廚房係雙排嘅設計，亦都配上升級嘅廚具組合。呢度除咗有4門雪櫃之外，仲有洗碗碟機。廚房嘅盡頭就係工人姐姐房，呢度會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如果想享受更多嘅私隱度嘅話，呢間房亦都係唔錯，有獨立嘅乾濕分離浴室。房間嘅部分打入衣櫃之後，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，而且景觀都係望返維多利亞港。而另一間睡房喺地台部分可以增加返收納，浴室嘅部分亦都有唔錯嘅舒適空間。而另一間睡房，業主改造成一個書房區。其實每日望住咁靚嘅景觀，去做一啲書寫，心情亦都唔錯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一入門口嘅右手邊已經做咗衣櫃，而房間嘅空間亦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都可以幻想每一日辛勞工作之後，可以望返咁靚嘅景觀。而凱旋都有個特點，因為佢喺附近就已經係北角匯，可以提供返生活所需。呢度步行去地鐵站都只需要幾分鐘時間。而主人浴室係雙洗手盆嘅設計。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呢個單位，不妨嚟聯絡我哋參觀啦。